滚开，臭流氓！哎，敢欺负姐姐！你干什么呀？小心一点，把花轻轻地放在托盘里，注意不要挤压啊。小心一点。他们两个家伙是谁啊？看起来长得还不错，看上去很有气魄的样子。哼，哪来的气魄呀？冯峰开了饭店，不就养了2个小流氓吗？你说什么？说你小流氓，你什么身份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你想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这个老女人好没有教养。你们2个先回去，回去。叶夫人，我去过你开的饭店，看来我儿子真给了你不少钱。我们叶家的男人就这点一致，出手从来都是很大方的。叶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还真没有花过叶家什么钱。开饭店的钱是李欢出的。李欢？对，钱是李欢出的。我们是股份制，我还打算再开几家连锁店。叶妈妈，您看吧，他果然脚踏2只船，水性杨花。你说什么呢？峰峰，你之前跟李欢同居，遇到我的叶哥哥之后，就把李欢给甩了，还几度勾引我的叶哥哥，想要嫁入叶家，过上锦衣玉食的豪门生活。哼，真是恬不知耻。林佳妮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我家，我不欢迎你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参观了。你警告谁呀？无耻的女人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？你只不过是我儿子玩玩的女人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叶夫人，我叫您一声伯母是尊重您，请您自己也自重。我也看在我儿子那么待你的份上，对你客客气气的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哎，四老太婆，地下干嘛？喂，你什么东西啊？敢这样跟我auntie讲话？哪来的小婊子，这么凶？滚开，臭流氓！哎，敢欺负姐姐！你干什么呀？打死他！峰峰，你还真养成打手了啊！你真像个女流氓啊你！我绝对不会让我儿子娶个女流氓的！你给我滚，滚出我儿子家！我是叶家的女朋友，叶家不让我走，谁都赶不走我。你。小峰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坐，我和你说点事。小峰，我听我妈妈说，你对她很不敬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你对他出言不逊，还唆使人打了佳妮。你不说话，就说明这是真的了。你母亲说是，就是呗。还有，你开饭店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今天不是我妈妈去看了，我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是想独立，不想让你的家人看不起。独立？独立你就非要用李欢的钱吗？我不认识其他有钱的朋友，只有李欢。小峰，我是你的亲人，你用钱可以找我呀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干什么非要去找李欢呢？我也希望你的就是我的，可是你能确定吗？小峰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说你和我妈都是我的亲人，我想让你们和和气气的相处，可是你们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小峰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去跟我妈妈道个歉。毕竟，她是个老人，好不好？你有一个好母亲，处处都为你着想，她就怕你被别的女人给骗了。你应该好好孝顺她。
小凤，你能这么想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这样，改天我把我妈妈请到家里来，你做几个菜，就当给她赔个不是，哄哄她，好不好？我去打扫卫生了。找我来什么事？林欢，你给小峰开店的钱我会还给你的，但这件事之后，我不希望你再找他了。他是你的财产吗？你凭什么限制他的自由？我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。小峰是我的未婚妻，请你不要去纠缠他。你就对你的未婚妻这个样子吗？让一个弱女子四处奔波去开饭店，为什么你想过吗？如果你真心疼她，你会让她拼命的去赚钱吗？我们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我只是希望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确切的说，是你打扰了我们的生活。我的冯昭仪，我一定会抢回来的。你做梦！姐姐，外面打起来了，有个老头嚷嚷着要进来，怎么拦都拦不住。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姑娘，你躲开！我要打死这个畜生！大爷，我们这里是饭店，拿个棒子干嘛呀？就是他，这个贼流氓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！大爷！救命了！这王八跑！大爷！大爷！大爷！老子今天打死你，臭流氓！大爷！府长，大爷，快救我！这个坏种！府长，臭流氓！救我！大爷！我打死你个小畜生！大爷，我打死你！大爷，大爷！大爷，有话好好说，您别动手啊！这畜生害死了我女儿，我要他的命啊！今天，大爷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这畜生勾引我女儿，让她怀了孕，结果他又不敢负责任，把我女儿拖在地上，拖过了一个巷口啊！他想弄掉胎儿，结果女儿大出血，住进了医院，现在生死不明啊！先别激动，大爷。女儿，你无耻了1000年，你还不知道悔改？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冷静点。你不知道羞耻吗？你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棍、流氓、人渣！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大爷，别激动。您带我去看一下吧。大爷，您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我女儿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畜生！大爷，我这里有8000块钱，您先收着，先带您女儿去看病，所有的医药费都由我来出。呸！你不要假惺惺了，你还是管好你个流氓小杂种，不要让他再出来害人。大爷，我再去取一点钱吧。你告诉我是哪一家医院，我去看一看。你们这些黑心肝，谁要你看我女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有事儿的话，还会来找你们。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